中國嘅祖先亦都一定聽過大洪水嘅故事。當時上祖挪亞遵從上帝啟示，做咗一個巨大嘅方舟。佢帶住妻子、3個仔同埋兒媳婦，一家8口，並且大批嘅動物住咗入去，令到人類生命得以存活繁衍。舟之大，當然係莫過於方舟啦。於是造字嘅人就用舟加8口，做咗表示大舟嘅船字，真係傳神之筆啊！大洪水之後，挪亞同佢嘅子孫用羔羊獻祭，後嚟耶穌亦都被稱為上帝嘅羔羊，令到一切信佢嘅人可以稱義。中國祖先就以我獻羔羊，羔羊蓋我為義字，惟肖惟妙咁將整本聖經嘅精義見證咗出嚟。呢一類難以破讀嘅漢字仲有唔少㗎，難怪民間傳說倉頡造字泄露咗天機奧妙，天上降律，夜裏鬼哭。古經左傳上邊話：所謂道，忠於民，信於神也。但係如果唔係信於神，又有咩嘢力量能夠保證孤寡不善、權傾天下嘅人間帝王能夠忠於民呢？難怪當萬章問孟子有冇堯將天下讓俾舜呢件事嘅時候，孟子係咁樣回答：冇呢件事，堯冇權利將天下俾舜。係上天將天下俾舜嘅，呢個就係孔子所謂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嘅敬虔時代。呢個就係信於神，畏於天，信於道，敬拜上帝嘅古老神州。雖然人間嘅罪孽從來冇中斷過，盡管出現咗荒淫暴虐嘅夏桀同埋商紂，祖先卻未失去一個堅定嘅信仰。呢個就係皇天公義蕩蕩，上帝明察昭昭，罪惡一定會遭受懲罰。呢個信仰就係揚善棄惡嘅力量，豈唔係天下大同嘅基石？豈唔係孔子嘅夢咩？唉，中國人啊！你以孝為本嘅後裔，你知道你嘅祖先曾經以赤誠之心恭敬咁孝順昊天上帝，你知唔知道呢？你千里迢迢嚟到呢度祭拜皇帝，但係唔祭拜皇帝所祭拜嘅上帝，豈不詫異？豈不悲苦？一部詩經呼喊昊天上帝之名達421次咁多。孔子讚嘆話：詩300，一言以蔽之，曰詩無邪。詩無邪啊，美妙而無價嘅詩無邪，一顆敬虔仰望上帝嘅心，豈唔係詩無邪嘅最好注解咩？但係500幾年春秋戰國時代一到，神州就全部變晒啦，唔再有祈禱同埋歌聲，唔再有清純同埋古樸，到處都係肆無忌憚、腥風血雨，到處都係唇槍舌劍、詭詐如雲。楚國嘅狂人喺孔子面前大聲咁話：鳳凰啊，鳳凰，你見唔見到啊？道德已經何等衰敗！孔子哀嘆話：鳳凰再唔會飛嚟啦，鳳凰來儀嘅時代一去不復返啊！大道畢竟係隱沒咗，墮落者畢竟墮落啦。失去天道，人心要幾兇殘就可以幾兇殘，要幾咁卑劣就可以幾咁卑劣。越王勾踐殺死咗夫差嘅父親，夫差派人日日企喺院入面，佢出入嘅時候都會問佢一句說話：夫差，
你有冇忘記到勾踐殺死你父親啊？夫差，你忘了勾踐的殺父之仇了嗎？不敢虛忘。第3年，夫差就打垮咗勾踐，為父親報到仇。成為夫差階下囚嘅勾踐，更加以驚人嘅意志力，臥薪嘗膽，以曲求生，直到後嚟親手殺死夫差。勾踐須臾不敢忘記。唉，中國人啊，我哋究竟應該為夫差同勾踐感到驕傲啊，定係應該為佢哋感到悲哀呢？一出趙氏孤兒，令到一代又一代嘅中國人潸然落淚。但係幾多人捨身取義，殺身成仁，甚至獻出親生仔嚟到救護呢個趙家遺孤。喺佢身上唯一嘅期待，竟然係期待佢有朝一日長大成人，報仇雪恨。請睇下呢位大名鼎鼎嘅伍子胥，仇恨竟然驅使佢掘開仇人嘅墳墓，搬出屍體，揮動皮鞭，不停抽打。我讓你嘗嘗我伍家的世代仇！仇恨啊！你嘅毒利來自何處？你令神州兒女彼此敵視，互相仇殺，仲以為咁就係正義，就係忠孝，就係大德大勇、大仁大義。經過300幾年互相殺戮同謀算，100幾個國家只係剩翻秦、楚、燕、韓、趙、魏、齊、七雄。再經過200幾年更加殘酷嘅殺戮同埋更加狡詐嘅謀算，七雄只係剩翻一部秦始皇。我就係皇帝，我係始皇帝，我嘅後世子孫就係2世、3世，直到萬世，無窮無盡。從此，皇天上帝嘅名分、權柄同榮耀就俾人間帝王徹底剝奪，據為己有。惡龍得逞。龍袍、龍椅、龍象、龍顏、龍恩、龍威，古龍將呢個人上人、裏外挾持高高舉起，偷偷咁放喺至高上帝嘅寶座之上。呢個人嘅絕對權威，一次又一次導致絕對腐敗。呢個人嘅有罪有限，一次又一次帶嚟全民族嘅苦難浩劫。第一周期，春秋戰國自相殘殺咗500幾年，經過秦朝過渡，進入漢朝大約400年嘅大一統。第二個周期，魏晉南北朝自相殘殺接近400年，經過隋朝過渡，進入唐朝大約300年嘅大一統。第三周期，五代十國遼宋夏金互相殘殺近400年，經過元朝過渡，進入明朝約300年嘅大一統。第四個周期，滿清統治同埋西方侵入近300年，先至有中華民國，後來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大一統。
不分男女老少，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熟悉諸葛亮、司馬懿、關公、趙雲呢啲名字。佢哋代表嘅係足智多謀、英勇無畏同埋忠孝節義。大詩人蘇東坡亦都曾經喺赤壁懷古高歌。